我叫哈利，我伫要出货啊。阿爸常常带阮观察动物。我哪里都有蚂蚁，好不好？我的门前有座小河，河边有座瀑布路，花色点点，色色点点，咪咪咪咪就在我这里跳，哇哇哇！每个动物都会啊。两只松鼠，伊是我的小弟。好，夹着，脚夹着。我会使甲小弟规个抱起来。你跟我。我嘛会使甲别人走甲共款紧。这边还有一只白，哇，好多呢，好白。这边有足侪鸟啊。旁边有一个鸽子。白鹭是嘞，小白鹭哎。白粉鸟想要甲乌粉鸟做朋友，白鸟想要甲乌鸟做朋友，鸟仔想要甲碰鼠做朋友，牛嘛想要甲鸟仔做朋友。你看，它好胖。那只鸟真的好胖。你看那只鸟。暗光鸟，徛着暗光鸟，因为生出就先徛鹅。敢有先徛鹅？这是大灯。即摆来约我咧学啥物？蛇群，也就是蛇，我在学蛇。阿爸今仔日要带咱去找蛇哦。我长美呀。头顶无好滴，一直落落来。锹形虫，只要摸它的屁股，它就会往前走。摸它屁。听到了吗？青蛙在开会哦。好的。哥哥。叫我定定来。足乌爱扎手电。选举有没有套住？手电筒不要掉进去哦，握了。你看，你看格罩的地方，这边。你看这边。我看到蝌蚪，而且这个蝌蚪就是这种青蛙的宝宝，因为我看它的颜色，这只蝌蚪后脚长出来了，快成年了。小蝌，因为我叫它小蝌。如果大汉就跳出来变水鸡。哦，这个水有点臭。弟弟不要一直用手摸脸。有足侪种声。来找找看，这个声音是谁的？我模仿它的声音，一直有人回答。
我要抓一只水鸡来看卖。哦，这只青蛙好酷哦！我看了，这只是护卫兵呢。那我要怎么告诉它？它会跳吗？当然有可能会掉。它会跟蟾蜍一样大吗？但没有了，跟蟾蜍还差很远。这只不跳了。不要这样让它夹，它会不舒服。它跳了。对不起，我好像用到太用力了。翻腿术啊。好，让它镇定。再来一次。做到了，嘿嘿。哦，这只没有那么多粘液，只是至少粘液好多。下巴。你看哦，我们人类呼吸是胸部这边，对不对？它是用下巴，因为它没有胸部，它就直接，因为它的下巴就是胸部，下巴超大，然后它的肚子也超大，所以它下巴一下去就是肚子，没有胸部，就黏黏滑滑的，而且超黏，一堆粘液，你可以摸它屁。耶，好用！你不要摸太用力，你真的摸太用力。它的皮很薄，我知道。我懂了，它是这样说的，我都不能这样说，我只能这样说。你知道它的脚多长吗？它可以这样子，然后这边再长1倍，然后这边再弯下来一点点。你看。你看呢、弯，然后再弯，我要把它放下来。它自己跳走了。看有没有？为什么你不走刚刚那个洞？我想抓到很多只，超过10，因为本来我抓到8只，然后我又抓到刚刚那只，所以我现在抓到多只。哇，我看到蛇，你想看吗？爸爸，我看到蛇。爸爸，快点进来，你第一个走。哦，红斑蛇，没有毒。我想过去看，如果没毒，我就不敢。但是就不要碰它，因为它还是有可能会咬人。我知道，蛇都会咬人的。阮阿爸生做侪蛇品种，伊感觉人转我就赶过去。没有，都很凶啊，有一些也是不咬人的，但是这一只有可能会咬，然后它的屁股会放臭臭的东西。这只红斑蛇想要扔入去水沟，毋过敢若有头入去。阮小弟嘛安尼，伊嘛扔入去一寡佚佗物仔，红目睭讲你看袂着我。哦，那边我看到一只，只是需要过去。爸爸过不去。爸爸找到了什么？下面有一只我看到。哪里？你要来吗？小心一点，跨过来。爸爸左边走。很近，在上面。我怎么会在那？你怎么会知道在这？我下来找的啊。是一只青蝶丝。它等一下可能会跑掉啊，你要看。它等一下会跑掉，因为它感觉附近的光太多了，它有点害怕。那就给它少一点光。
这只青蝶水真缘投。它好平衡的，它都不会倒，而且它是绿色，肚子是浅绿色，眼睛是红色，而且它背上的斑纹还有一点点黑黑的，然后它眼睛很帅。这是水鸡甲蛇缘投，嘛是我的秘密基地。哦，那你就知道我那我根本没办法游泳，你敢游吗？我不敢了。浪太大了。对啊，可是我很喜欢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，身体上全身都是水，到处都在哪里那个游泳池好。你喜欢去游泳池还是去海边？游泳池，为什么？都不要钱。不要钱。这里的水加深。等我介绍一下。